今仔日我上线顶家教的课，我有发现讲，即个神圣，因为甲伊冤家过我有甲伊讲，我想要加讲我毋是讲上理的家教，就一个学生对一个老师，当然就是爱去保我平常时较无机会去学着的，就是训练讲话。毋是伫遐苦苦仔听老师讲，因为听即种即种机会，我有诚济听人讲的机会。就是希望老师莫阁一直讲。一开始是诚客气去讲，毋过即个老师就是即个先生，有可能伊就较无插我，变做讲我用冤家的方式。当然背后伊就有改就这2届伊就让我讲。毋过伊就是我若讲规篇讲无好，伊嘛袂甲我改正。伊的态度就是讲，就看我即个学生，就是讲恁即个学生嘛无比我搁较敖搁要甲我指导伊有即种心态，变做伊就面拗面臭，而且搁会讲。哎呀，我无法度互你足侪时间，时间若到，我就要结束。我嘛想讲无差啦，因为伊就是讲像以早我无甲伊冤家的时阵有时阵两个人讲甲时间拢超过伊就是讲安尼，我就做稀罕。无啦，因为若讲遐久，拢是我听伊伫讲，对我来讲即个帮助有限。我即马爱做的，因为听人讲台语，即个机会实在是满是无遐欠缺。搁安怎嘛是有法度去找一寡讲台语的一个环境讲台语的即个用听的听别人讲台语。即种资源嘛是即马搁找着。即马我的状况较欠缺的，就是讲我讲台语的机会，亲像讲我即马就是用就家己讲字句就家己讲毋过就变做讲我袂进步，因为我讲互家己听，安尼有较好的讲法，我嘛毋知影有无共款的心词我嘛毋知影。就是安怎讲，可能就是用共款的词，用共款的句法就变做讲就会有法度讲较顺啦，因为有练习讲较紧，讲较顺。毋过就讲起来无法度讲进步真紧。我想讲，若找家教的老师，伊有法度，就是因为我知影即个老师有即个先生有可能无法度去改我的发音因为这就毋是每一个先生拢有即种才调，耳孔遐内，知影讲即个人的发音要安怎改正。这真正是爱较专业的老师我知影即个老师无，毋过我就想讲我会使讲甲伊练讲，练讲若讲有我讲的字句会当修改的，伊嘛会使甲我提供意见。毋过就是即个先生是台语讲听即个程度真好可惜就是写甲读是完全袂晓的伊就是无稀罕即种拼音台文看起来伊是想讲这嘛无效安怎变做讲
伊无遐有心讲去教汉，伊就是想要用伊家己的方式去教。若讲囡仔受着像我讲我要安怎学吼，互我出主意，互我出头，伊就会有摆一个伊就会互我看伊的面色啦，伊就会互伊知影讲，互我知影讲伊毋愿吼，伊就时间到吼，就讲我要结束啊吼，啊无就是嘛无足认真去听我讲台语，伊就去耍伊的赖吼，有时阵佫会拍字吼，佫会开讲，有时阵佫会互伊的手机仔声音足大，伊嘛互我听，就是伊的手机仔伫遐亮，足吵的，伊就嘛袂讲安尼足无专业的，变做伊的专业有可能本底伊就无想要为即条路去行，无坚持啥物，拢有可能就是一开始讲的有即个心，毋过无法度坚持。毋过对我来讲嘛无差啦，我就是讲，家己的课上完，我就尽量会当讲就讲。我若讲啊无好吼，伊会甲我，伊嘛袂甲我改，毋过嘛袂要紧。我就是尽量啦，对我来讲就是尽量会当为伊身躯，为即个教学内底去学着啥物吼，就尽量无要紧。毋过吼，伊嘛会讲你若讲着迄人名，爱用华语来讲，欧洲澳洲吼，迄袂当用台语来翻吼，伊的即种坚持变做讲，我若听伊的话，我讲台语就变做无法度全台语，伊就是即种认为全台语是一种罪恶的一种台语人，我知影台语人内底有一派就是安尼，就是认为讲台语毋是主要的语言，爱加用华语来帮助。像讲一寡人名，就用华语来讲，安尼较尊重，安尼较好。我著听的就好啦。我想讲，我嘛无需要讲，为着这咧生气，因为伊的观念就是即马现处是台湾的台语人足侪人拢这观念就是无互我知影尔。这观念就一直存在。我就是接笑着安尼观念、安尼讲法，我就笑笑就好。就互伊讲加讲两句啊。我若后摆我搁硬翻译，嘛袂要紧啊。伊是会安怎？伊嘛袂扣我的分数。就是变做讲我需要爱去学着一个物件，就是我讲我的，我莫去想别人，莫去想讲爱安怎互别人嘛对我安尼做，无就是爱认可、认同。这就是我进前拄着上大的问题。我拢足希望讲为安怎我即马安尼去学台语，结果足侪人身躯边的人拢无甲我认同，拢无甲我肯定，佫会泼冷水。毋过即马就豆豆知影讲，有一寡代志就是安尼，就是观念的问题。我若讲我投资股票、投资厝，当然就较无人会去讲一寡泼冷水的话，较白。大家拢会欣赏，希望伫我身上会当有一寡好处，会当摕到好康的。我知影讲，这就是有一寡观念思想是较主流的有诶就毋是，毋是诶话就变做讲你若
讲出喙后，别人就是泼冷水，就较气势。毋过，就是我家己爱做定着的，莫受着别人影响，这是我人生需要学的物件。就是莫讲做啥物代志，就看讲即个环境无好，别人的观念安怎，就若亲像讲，我前一阵仔伫写长篇查甫甲查甫斗阵的一个小说，这文字的物件。我若讲搁怨叹讲，为安怎现代人拢爱看短短啊，愈短愈好。你若讲超过几百字，就开始无人要看。我哪会遐衰，就拄仔好，就做爱写迄个长老老的物件。我就有即种惯势，我的惯势就是安尼去抱怨，去想讲为安怎即个天地之间拢是讲无法度讲我对着阵，我爱做的代志，拢是大家拢要放弃的代志。毋过，我认为这就是我宝贵的所在。我家己毋知影，我就叫掠做是讲，爱每一个人拢肯定我做的代志，拢举大头母，安尼较是成功，较是值得做的代志。我知影讲毋是安尼，这是我进前观念的问题。我即摆就知影讲，我会知影讲价值，价值毋是讲大家你做，大家拢讲哇真好，我嘛来学，这叫价值。我认为我会当做的价值，就是无人去重视，毋过我看着啊，我愿意去做。无人要投资，我去投资。亲像讲，若我写台文，用台文去写小说，有可能拢是无一人会去看。就算伊看有台文，伊嘛无爱看遐长的文章。毋过这无要紧啊，我就是留一寡物件留落来。我认为无人要做，我就尽量家做好好。无人要做，我去做，这就是价值。我毋免去想讲，我需要这神圣啊，认为我即个学生做有北来做安怎真正毋免。而且我嘛毋免惊即个老师伊的观念甲我无共，我变做讲我爱配合伊，我伫伊面头前就变爱讲足侪华语的，嘛毋免啊。我就想好开，我就讲我的台语，伊是会当安怎？伊会当做的，就是时间到，就紧选，无就是这面草草，无就是就是拢不爱吵伊无做甲讲自头到尾拢无讲话，安尼就会当。伊若自头到尾拢无讲一句话，安尼这甲讲我即马伫咧用台语来讲日记，有啥物无共？就共款啊。我想讲，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练习。我练习用台语去讲我心内的物件，甲伊讲出来。因为这机会伫咧现处时，我的生活中是无简单去拄着的。我较需要去练习。我若有练习，我若有练着，就有趁着。若这老师对我的印象安怎，这拢无重要啊。伊对我印象真好，嘛是收这个钱。我嘛是爱开这个钱。伊若对我印象无好，有可能就是
面拗面臭不要紧啦，就是爱付出的代价，因为我想要一直加讲台语，我无想要一直听伊讲听伊讲。即马我的愿望我的目的就是有照我的想法去做安尼就有够就毋免阁去求讲伊阁爱变做热心做热心的先生，无就是做会晓教。伊本底就袂晓教我就毋免去安尼放嘛免去怨叹，是加了我的时间毋免甲足侪时间开伫伊身上，安尼就是上好的一种鼓励就是伊想啥，笑笑的就好毋免为着这无欢喜，这无啥物无欢喜我就知影外口的环境就是安尼人就是爱加讲华语较会，就即种观念即种观念就变做讲因想伊的我就是训练家己讲无我就无爱安尼，安尼就互相尊重我嘛袂去我若讲今仔去听广播电台，当然我会家己转走毋过我嘛袂讲去甲人伤害去甲人教就是较歹听尔就是用去选一寡科仔内底安尼共温层的人，就是安尼尽量嘛，毋免去甲人配面，拢毋免嘛，毋免讲足伤心感觉家己足可怜，无啦。这就是一个训练，训练我这个人要安怎去处理人生拄着的代志，要安怎互我家己搁较快乐。这甲今仔这老师嘛有甲我教，伊讲幸福其实是过好日子我嘛足欢喜，讲有学着尽量啦，就是学着一句就趁着毋免讲伊爱对我足欣赏，爱安尼笑头笑面，毋免啦，就我会当去练讲话，安尼就是上好的，找机会去练只是讲若这个上了，袂阁去找伊，当然啦可能就是找别种方式拄着一摆就差不多就是安尼。